第三條問題，金秀賢1年後會迎嚟咩？決定性證據將會出現。今次我抽到嘅牌係正義，喺塔羅牌入面，正義代表因果報應、公正審判同誠實對待。畫面上，法官手持天平同劍，象徵一個人嘅行為會帶嚟相應後果。而當呢張牌出現喺金秀賢嘅運勢中，代表佢嘅演藝生涯將進入最終審判期。佢過去做過嘅決定、選擇嘅態度，依家都要承受後果。娛樂圈嘅記憶或許短暫，但觀眾對演員要求極高。如果佢無法交出令人信服嘅回應，或者佢團隊處理失誤，咁即使曾經係頂流，佢嘅回歸之路都將變得更加困難。正義強調客觀衡量，呢代表外界會開始更嚴格審視佢嘅演技、形象、個人品格。以前觀眾可能因為佢嘅顏值或者角色對佢寬容，但依家單靠外貌已經無法令佢立於不敗之地。韓國娛樂圈競爭激烈，如果佢喺短時間內無法扭轉形象，或者無新作品證明自己，咁市場淘汰佢嘅速度可能比想象中更快。依家金秀賢面對嘅唔只係形象受損，而係市場價值已經開始下跌。正義呢張牌提醒我哋，即使經紀公司積極處理，佢都無法完全掌控自己嘅命運。品牌投資方會根據市場反應決定要唔要繼續投資佢。如果風波持續發酵，資源被其他競爭對手攞走，咁佢想要重返一線將會更加困難。再加上韓國娛樂圈新人輩出，例如宋江、安孝燮等後起之秀已經迅速崛起，搶走市場份額。即使金秀賢成功復出，都唔代表佢可以穩住地位，因為市場已經發生變化，觀眾嘅口味亦都不停轉變。決定性證據將會出現，無論對佢有利定不利，呢啲證據將直接影響公眾評價，並決定佢未來嘅去向。如果證據對佢不利，佢嘅回歸之路將會完全封死。即使曾經係頂流，佢都可能從此跌落神壇。但如果證據對佢有利，佢仍有機會挽回聲譽，甚至重新崛起。結論：未來1年的發展唔再由佢主導，而係市場決定。正義嘅出現意味住金秀賢已經無得再靠以往嘅人氣撐住，未來一切都要靠佢自己點樣應對。如果佢唔能夠迅速扭轉局勢，1年之後佢好可能會從頂流跌落，最終被新一代演員徹底取代。娛樂圈殘酷，冇人可以永遠企喺巔峰，佢仲有幾多實力同手段去翻身？呢個將會係決定佢未來事業嘅關鍵。